點解一隻055驅逐艦夠膽單挑美國佬嘅一個航母戰鬥群呢？換着喺以前邊個國家都好，一聽到美國佬有個航母戰鬥群開過嚟，無論東大又好，俄羅斯又好，其他國仔更加唔使講，肯定腳都震埋嘅。但係東大海軍喺呢幾年得到飛躍進步之後呢，特別有咗055，我哋開始可以趷起個頭做人啦。055嘅出現已經超越咗前蘇聯，將人類嘅暴力美學發揮到極致。055裝備咗全球領先嘅130毫米嘅主炮，主炮每分鐘可以射40射程超過100公里，火力密度相當於一個傳統重炮型嘅壓制能力，既可以射天嘅目標，又可以射海上嘅目標。除咗主炮之外，055裝備咗112個通用發射單元，幾乎射乜柒導彈都得嘅。海紅旗 9B、鷹擊18、鷹擊21，就好似鷹擊21，射程就超過1000公里，末端嘅速度達到10馬赫。邊隻船夠膽阻佢飛啊？邊隻船就會穿窿。055除咗呢啲缺人嘅武器之外佢嘅防禦能力同埋電子干擾亦都係好架勢嘅。喺2022年055單挑美國佬嘅航母戰鬥群嘅時候發出嘅電子干擾射到美國佬嘅艦載飛機都飛唔到起身，航母嘅飛機飛唔到起身冇咗制空權相當於就係廢鐵嚟嘅。如果喺呢個時候真係缺你就等沉啦。就係因為依家055又抽得，又唔容易俾人缺到，所以我哋東大海軍依家可以趷起個頭喺西太平洋同埋印度洋周圍走啦。見到你美國佬嘅航母編隊驚都未驚過。如果我哋055邊日心情唔好仲可以開過去嚇齊你美國佬。